4個工人喺新娘潭附近修建緊東江水輸水管道，佢哋一直聞到一陣臭味。大家好，歡迎嚟到90電台，我係安祖。今日我哋要講嘅係香港新娘潭。喂 subscribe 咗我未啊？講到新娘潭，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唔少嘅都市傳說。新娘潭位於香港大埔區船灣郊野公園入邊，風景秀麗，潭水清澈，係好多登山同埋攝影愛好者嘅天堂。然而喺呢一片咁美麗嘅風景嘅背後啊，流傳住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傳說，令到新娘潭成為香港最著名嘅鬧鬼地點之一。而新娘潭點解叫做新娘潭，就有兩個講法嘅。第一，因為潭面寬度約為10米，而高度約為15米，而沖落嚟嘅狀態，因為睇上去似係新娘嘅頭紗，所以就有咗呢個名啦。而呢一個版本聽過嘅人數有幾多，我就不得而知啦。而我係因為要做呢一集嘅內容，去 search 嘅時候，先至知道有呢一個故事。而我細個聽到嘅版本係一個淒美並且紅事變白事嘅愛情故事。相傳喺好耐之前，有一日居住喺大美督嘅新郎需要去到鹿頸嗰度迎娶佢自己嘅妻子，而呢一對接親嘅隊伍途經三擔租、新娘潭、涌美古道等等嘅地方，然後就要翻返去大美督新郎嘅屋企啦。當中嘅路程可以話係十分之崎嶇難行，而呢一個迎親隊伍喺過程當中就一定要經過一條小溪。由於地下上面嘅石頭濕潤，所以其中一個抬花轎嘅轎夫就唔小心跣親，導致到其他轎夫失去咗平衡，新娘同埋花轎一齊跌咗落去瀑布之下。不幸嘅係，由於當時普遍嘅女性係唔識游水嘅，所以佢不斷喺水入邊掙扎。當迎親隊伍手忙腳亂將嗰頂花轎打撈翻上嚟嘅時候，新娘已經香消玉殞。新郎得知咗呢一件事之後，悲痛欲絕，冇幾耐就追隨新娘嘅腳步離開人世。從此之後，呢度就俾村民命名為新娘潭，用嚟紀念呢一位不幸離世嘅新娘。而呢一件事亦都為新娘潭添咗一分神秘嘅色彩。喺呢一件事之後，新娘潭就成日傳出鬧鬼嘅事件。有人講話新娘嘅冤魂不散，喺水入邊呢係會成日見到死去嗰個新娘嗰一對着住紅色繡花鞋嘅腳，亦都有村民成日見到佢喺嗰度行嚟行去，好似揾緊佢嘅新郎咁樣。又或者佢會喺月色朦朧嘅夜晚現身，詢問行過嘅人話：你有冇見到我愛人？而新娘潭隔籬嘅照鏡潭，亦因為傳說當中有唔少嘅鄉民喺經過呢度，見到嗰一位離世嘅新娘坐喺潭邊嗰度，對住啲水喺度照鏡。而嗰啲見到嘅人行近佢嘅時候，佢就會突然之間唔見咗。消息傳開咗之後，呢一個潭就俾人稱作為照鏡潭啦。除咗比較多人聽嘅轎夫跣親嘅版本，其實民間仲流傳住幾個更加黑暗、更加人性，亦都更加離奇嘅講法。傳說二內容同前面嗰個傳聞差唔多，只係第二個版本就係呢一個新娘其實根本就唔願意嫁俾呢一個蘇眉謀面嘅丈夫，所以當轎夫將花轎停喺新娘潭休息嘅時候，新娘就趁大家都唔注意嘅時候，一個人行入去呢一個潭水入邊自殺身亡。等到發現之後，已經回天乏術。但係由於當初呢一樣嘢發生咗之後，喺女方屋企嘅角度係收家嘅，而喺男方屋企嘅角度，佢哋係冇面嘅，所以唔理係男家定係女家，都冇派任何人過去招魂。而新娘佢嘅魂魄就只可以一直徘徊喺嗰度，冇辦法離開。傳說三，內容同前面嘅亦都係差唔多，但係唔同於其他嘅版本就係，當呢一對迎親隊伍喺翻返去嘅時候，天色突然之間驟變，狂風暴雨突然之間殺到，喺經過潭邊嘅時候，突然一聲巨響，
紅色嘅大花轎就俾一陣怪風吹咗落去潭入邊啦。而身披彩服嘅新娘亦都喺轎入邊被水淹沒。當所有人合力將佢救返上岸嘅時候，發現佢早已經離開咗人世。就咁，紅事就變成白事。新郎驚自己嘅妻子忘記唔到人世間嘅嘢，所以佢就親自去到潭邊幫佢嘅亡妻招魂啦。同時亦都將呢一個潭改名叫做新娘潭，用嚟紀念自己未能繼續相愛嘅妻子。但係唔知道點解，經歷過招魂之後，佢嘅鬼魂仍然都係留喺嗰度附近。喺入夜之後，附近嘅鄉民成日都會聽到呢度傳嚟一啲吹鑼打鼓嘅聲，就好似迎親隊伍經過嘅時候發出嚟嘅嗰種歡樂嘅音樂聲。不過向住啲聲音行過去嘅時候，發現咩都冇。傳說四，傳說當中呢一個將要出嫁嘅新娘私底下同一個男子相愛，但係喺嗰個年代係唔允許發生啲咁嘅嘢嘅，所以女方嘅屋企人都係將佢許配咗俾其他人。喺新娘出嫁嘅嗰一日，相愛嘅男子扮成轎夫同花轎一齊出發。到咗新娘潭嘅呢個位置，新娘就製造咗一場假意外，失足落水，而呢一個男子亦都奮不顧身咁樣去營救，最後營造出佢哋兩個俾水沖走嘅假象，一齊私奔遠走高飛。以上就係幾個比較特別嘅版本啦，但係唔理係邊個版本都好啦。之後就傳出咗有人話曾經喺深夜開車經過新娘潭路段嘅時候，見到一個全身濕立立、着住鮮紅色裙褂嘅女仔喺路邊度同你招手，又或者佢會突然之間出現喺你架車前面，導致司機失控撞車。更加有人話佢會揀一個合適嘅對象，然後跟住你返屋企。然而關於新娘潭嘅傳說多達幾十個，內容都大同小異。但係單憑呢一啲都市傳說就變成香港眾人皆知嘅猛鬼地方咁簡單，咁就唔可以唔提通往新娘潭嘅新娘潭路。而呢一條路曾經發生咗多宗交通意外，更加有人表示呢一啲全部都同嗰個新娘有關。喺90年代，曾經就有過私家車喺深夜經過新娘潭路段嘅時候，突然之間失控，衝咗落山坡，導致車上一家三口全部死亡。但係根據當時嘅媒體報道，警方喺現場勘查嘅時候係冇發現到有任何嘅剎車痕跡，而車速都唔快，但係架車就毫無預兆咁樣衝咗出去路面。呢一個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匪夷所思。喺事發幾年之後，一架車咗幾個後生仔嘅私家車喺接近新娘潭嘅時候，同樣離奇咁樣撞上咗路邊嘅一棵大樹，車上多人受傷，其中一名乘客當場宣告不治。根據幸存者事後嘅回憶，喺車行駛嘅時候，隱隱約約見到路邊有一個着住白色衫嘅女仔喺嗰度揮手。當司機想要減速詢問一下呢一個女仔咩事嘅時候，架車就好似被一股無形嘅力量控制住，喺冇加速嘅狀態之下衝向一棵大樹。呢一啲冇辦法解釋嘅車禍，令到新娘冤魂作祟嘅呢一個講法喺民間嗰度廣泛流傳。有一部分嘅人覺得呢一啲司機係受咗新娘鬼魂嘅迷惑，又或者係俾佢睇中咗，先至會發生意外。但係最令到我印象深刻嘅就係2013年同2015年嘅車禍。2013年，一對情侶開住 Lancer Evolution 路筍跑車，沿住新娘潭路往鹿頸方向，去到水務處抽水站對開死亡彎位嘅時候，失控越線撞上咗一棵大樹之後，衝咗落山坡，最終雙雙不治。喺2015年嘅時候，一名年僅22歲嘅青年同朋友一齊開車兜風。而當時嘅佢就係開住 Lancer Evolution X， 失控自炒撞壆，連撞兩棵大樹之後跌咗落8米深嘅山坡，青年宣告不治。同一條路，同一個車床，車身一樣都係紅色嘅，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好邪。更加有人發出咗疑問，
係咪因為花轎都係紅色噶？喺2001年，44歲英國籍嘅警官幫好友試開啱啱維修完嘅本田電單車嘅時候，喺駛近烏蛟騰一個右彎嘅時候，疑似高速失時，電單車撞咗落一棵大樹之後斷成兩截，事主頭部重創，跌斷頸骨死亡。喺2003年，一架私家車喺彎位失控打轉，一條車軸撞飛離開車體，路面冇剎車痕跡，而左邊嘅車頭乘客位更加係撞到燈柱，而該名少女乘客宣告不治，而男司機因為有安全氣囊嘅保護受輕傷。2004年，4名青年駕駛私家車參加咗生日燒烤派對之後，喺涌尾附近失控衝落15米高嘅山坡，最終兩死兩傷。2008年，新娘潭路一年間發生咗4宗奪命車禍，而其中一名死者為13歲女乘客。2010年，50歲男子駕駛電單車喺涌尾死亡彎角狂撞燈柱，斷頸死亡。由於新娘潭路路況複雜、彎多路窄，好多電單車愛好者好中意喺度挑戰自我同埋挑戰極限。然而，一位單車手佢曾經描述過，佢喺新娘潭路落坡嘅時候，感覺架車好似被一股無形嘅力量拉住咁樣，無論點樣都控制唔到，最後仲差啲衝入路邊嘅樹林。佢堅稱當時路邊係冇任何嘅障礙物，但係佢架車突然之間改變咗方向，感覺就係好似被啲乜嘢拉住咁樣。佢用盡所有方法先至令到架單車停低，但係自己都係受咗傷。而新娘潭路呢啲咁邪嘅嘢接二連三，但喺咁多年之間啊，以下嘅呢一件事可以話令到新娘潭嘅討論程度有咗另外一個新嘅方向。喺2009年嘅1月嘅某一日凌晨3點幾，過百名男女乘搭多格旅遊巴抵達，佢哋帶咗近100袋裝有金銀衣紙嘅白色大膠袋，佢哋分頭行事，佢哋沿住教育徑路口嘅山坡插滿咗無數嘅香，亦都有人將金銀衣紙搬到去附近嘅燒烤爐，將燒烤爐當成香爐，喺爐入邊插滿咗大香、細香同埋金銀衣紙，成條教育徑可以話變成一個大型嘅神壇。當佢哋呢一啲儀式開始嘅時候，現場突然之間就有一陣怪風，令到啲香火點燃咗附近嘅雜草，隨之引發咗一發不可收拾嘅山火。呢一班信徒嚇到傻咗，一度嘗試救火，但係無效。有晨運客見到有山火，隨即報警。信徒見到有人報警啦，佢哋就抌低咗啲祭品，匆匆離場。大批嘅消防員嚟到之後，就拖喉上山去救火啦。據報道指出，火龍大約長30米，而山火面積範圍可以話係達500幾平方米。事後現場共執咗大大小小嘅香枝，同埋近100袋尚未焚燒嘅冥鏹。根據當時一名漁農處嘅職員透露，呢一度每逢初一、15就會有大批嘅男女上山沿途祭拜，離開嘅時候都會遺留大量嘅香燭。除此之外，我仲揾到一篇講述咗喺2000年嘅2月份，一名撩鬼攞命嘅攝影師 Olam 喺新娘潭嗰度見鬼。佢哋嗰一日成班人由上水出發，途經和合石、八仙嶺、鹿頸等地，最後行到去新娘潭嗰陣時，喺凌晨4點50分，天色仍然都係好黑。眾人就按定原計劃留喺車上邊冇落車。但係你哋要知道嘅就係，嗰一條馬路真係可以話了無人煙。而 Olam 佢係一個攝影師，對於呢一啲攝影機早就已經係好純熟。但係嗰一日嘅佢對新娘潭嘅路牌對焦咗好幾次都影唔清楚。Olam 就只好將呢一個鏡頭向左移啦。就係呢一個時候，鏡頭前面有一團白色嘅煙霧。呢一團煙霧迅速咁樣形成一個人形，向佢哋架車飄近。佢哋嚇到魂飛魄散，叫個司機開快啲，迅速逃離現場。而呢一個過程亦都俾佢 cam 低咗。當佢哋再次睇翻嗰段片段嘅時候，從畫面當中佢哋清晰咁見到呢一團霧就好似有五官咁樣。Olam 更加直言啦，佢係有頭髮噶，
啲眼耳口鼻好清晰，仲好似着咗一件風褸咁。雖然佢哋嘅見鬼過程短短幾秒，但係佢哋話當時嘅情況真係好恐怖。更加有一位女同事話睇完條片之後無啦啦就病咗。你哋以為咁樣就完啦？喺2017年嘅農曆7月鬼節，呢一個係一個月黑風高嘅夜晚，再有車 cam 影到一架的士喺新娘潭駛入鹿頸嘅途中，突然之間有一道奇怪嘅白光喺的士嘅左邊射咗入車廂入邊，然後閃咗幾下，的士失控扭軚，最終撞樹停低咗。呢一件事引起咗網民嘅熱烈討論，有人認為白光嘅出現十分詭異，亦有人估計的士司機可能撞到啲邪嘢。2018年 TVB 一套電視劇《十二傳說》，其中有一集就講述咗新娘潭嘅傳說啦。劇組去新娘潭實地拍攝之前呢，都有上香祈求開機順利嘅。咁當然啦，最後大家都平平安安，只係佢哋嘅拍攝設備同埋器材成日會突然之間收唔到信號。而至於點解會咁嘞，咁就由你哋嚟諗啦。除咗上述呢一啲事件之外，意外、命案亦都喺呢一度多次發生。而最早被記錄嘅一件事就係發生喺1982年嘅2月20號，當時年僅21歲嘅譚偉文準備緊同未婚妻嘅婚事，點知最終俾情敵劉永全謀殺。喺1982年嘅3月6號，4個工人喺新娘潭附近修建緊東江水輸水管道，但係喺工作嘅過程當中，佢哋一直聞到一陣臭味，佢哋就一路揾氣味嘅來源，最終嚟到新娘潭附近一個山坡底下嘅草叢，發現有一塊布冚咗一堆石頭上面，一睇石頭當中居然有一對人腳。報警之後，警員嚟到就將呢個地區封鎖啦。當佢哋將啲石塊移開咗之後，一具遺體露出，受害者係一名男子，身體嚴重腐爛，而警方就着重調查咗呢一段時間失蹤人口嘅記錄啦。發現喺2個星期之前，有一對譚姓嘅夫妻報警話自己21歲嘅仔譚偉文唔見咗，而法醫最後通過死者右手嘅幾個指紋，確定咗受害者就係失蹤嘅譚偉文。警方好快就鎖定咗2個嫌疑人，而其中一個就係27歲嘅貨車司機劉永全，而另外一位就係譚偉文嘅未婚妻廖小姐。喺警察嘅詢問之下，佢哋2個好快就如實交代啦。喺2月20號嘅嗰一日夜晚，佢哋3個開車嚟到新娘潭嗰度玩。喺休息嘅期間，譚偉文就覺得自己嘅未婚妻點解同劉永全講嘢嘅時候成日都係挨得好近？點解自己嘅未婚妻會同一個識咗冇幾耐嘅人邊開玩笑邊拍人哋嘅手臂呢？呢一個舉動有啲過分親密。帶住疑問，譚偉文就當面同劉永全對質啦。但係對方講嘢嘅時候就好窒窒，而自己嘅未婚妻嘅面色亦都好尷尬。見到咁樣嘅情況，譚偉文就直接喐手啦。佢哋2個人打埋一齊，冇幾下，劉永全就頂唔順，佢選擇咗逃跑。但係因為譚偉文實在太嬲，所以佢就一直追住劉永全。劉永全就走到新娘潭附近嘅一笪工地，但係佢發現譚偉文居然追咗過嚟，所以佢就好順手咁執咗地下一條鋼筋，對住譚偉文個頭好大力咁敲咗2下，譚偉文瞬間倒地。劉永全意識到自己殺咗人，佢驚自己會坐監，所以就決定埋屍啦。做完呢啲嘢之後，佢就返去原本嘅地方。見到廖小姐之後，佢就話俾佢聽頭先發生咗啲乜嘢事。而呢一位未婚妻答應咗劉永全幫佢一齊隱瞞。佢哋2個人一齊坐咗上車，離開咗案發現場。過咗2日，譚偉文嘅父母就發現自己個仔失蹤咗，所以佢哋第一時間就問咗廖小姐到底知唔知道自己個仔喺邊。但係無論點問，佢都話唔知道。直到警方揾上門，呢件事佢哋就知道點都冚唔住。當呢一單案報道咗之後，就引起咗唔少嘅關注。
邊個都諗唔到一對即將要結婚嘅戀人，居然會發生啲咁嘅嘢。而嫌疑人劉永全就被指控咗謀殺罪。但係喺審理呢一單案嘅時候，辯方一再強調劉永全佢係喺情緒激動之下造成呢一個誤殺嘅舉動，而唔係故意又或者係有預謀嘅謀殺。檢方雖然唔認同係謀殺，但係因為缺乏足夠嘅證據，最後喺1983年1月13號，劉永全誤殺罪成，入獄6年。而另外一件就係發生喺1998年嘅30歲男子黃德倫，喺1987年開始就已經喺警務處要員保護組嗰度任職噶啦。喺1995年提前退休，退休之後嘅佢就開始炒樓，點知遇到97年金融風暴，爭咗100幾萬嘅債務。而當時俾黃德倫親自襲擊，同埋俾黃德倫雇人襲擊咗13次嘅妻子陳女士，向佢提出咗離婚。黃德倫驚離婚之後會失去咗3個女嘅撫養權，喺情感同埋經濟雙重打擊之下，佢綁走咗自己3歲同埋2歲嘅女，開車開到新娘潭路某一個停車場之後，用死氣喉接駁嘅方式喺車入邊自殺。3個人嘅死亡原因為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2名女童亦被懷疑生前曾經被餵食過安眠類嘅藥物。喺2011年，住喺大埔嘅鄭姓男子同佢嘅朋友去到烏蛟騰準備出發行山，但係鄭姓男子突然之間離群，跟住自己一個人向住橫衝石澗嘅方向上山。當佢抵達到去龍珠瀑布嘅時候，突然失足跌落水潭，頭部撞石陷入昏迷。當去到山頂嘅朋友發現見唔到鄭姓嘅男子嘅時候，就開始四處尋人，發現佢喺水潭面朝下背向天，半浮半沉喺水入邊，最終傷重不治。而喺2014年，一名玩具商人疑似係誤信咗內地生意合作夥伴，導致生意失敗，欠下數百萬元嘅巨債，喺走投無路之下以死控訴。而喺2016年，一個石油氣行嘅東主被發現喺新娘潭路段於車內燒炭自殺身亡。而喺2017年，一名龍姓嘅男教師喺瀑布頂嗰度取景影相嘅時候失足滑落，跌咗落去水潭，而呢一個跌落嘅高度足足有10米。一名外籍嘅行山客途經，發現點解山頂會有背囊同埋其他嘅物品，好奇心嘅驅使，佢就行近咗懸崖邊啦。一睇就見到呢一個龍姓嘅男教師喺水中浮浮沉沉，送院之後證實不治。而實際上，新娘潭喺呢幾十年當中發生過多達10幾宗嘅死亡事件，當中有謀殺、自殺、交通意外、墜崖等等嘅離奇案件，至少有20個人喺呢度喪命，因此就有咗香港4大鬼域之首嘅呢一個稱號啦。有玄學家表示，新娘潭過去曾經有唔少人遇溺、自殺以及被謀殺，由於佢哋都屬於非自然嘅死亡，因此怨氣會非常重。加上新娘潭路係交通黑點，所以聚集咗好多嘅冤魂。以上種種嘅事件，令到新娘潭呢個猛鬼嘅名聲就越嚟越響啦。而民間亦都相傳，經常會有鬼魂喺度揾替身，而招惹到亡靈嘅機會亦都相對會較高。有人聲稱喺呢度曾經遇過好多怪事，例如影相嘅時候，相入邊會出現奇怪嘅光影；有人喺傍晚行山嘅時分聽到詭異嘅女子哭聲。而新娘潭亦都時不時會傳出話，有人喺水入邊玩嘅時候俾鬼掹腳。盡管新娘潭嘅靈異傳說廣為人知，但係平時會經過呢一個路段嘅台友啊，我哋都係要從科學嘅角度嚟睇睇嘅。嗱，新娘潭呢一段路本身就係崎嶇曲折，急彎又多，而且你路面又比較窄，所以好多路段嘅能見度呢，有陣時係會比較差嘅。而新娘潭路呢一度除咗有急彎，仲有唔少嘅上下坡，對於唔熟悉路況嘅司機嚟講啊，係好容易會判斷失誤嘅。特別係夜晚光線不足，加上如果你又咁啱中意高速行駛，係好容易會因為反應唔及時而失控嘅。嗱，我都知道好多人想挑戰自己嘅極限，亦都有好多人中意喺呢度飆車，
但係新娘潭路係靠近水潭，路面嘅濕度亦都比較高，所以會容易有跣胎嘅風險。而喺呢一段出咗名鬧鬼嘅路段，少少嘅風吹草動呢，大家都可能會放大嘅，甚至乎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喺開車嘅時候做咗一啲錯誤嘅判斷。新娘潭，一個將淒美傳說同埋現實殘酷完美咁交織埋一齊嘅地方，嗰一啲關於紅顏薄命嘅陳年舊事，聽起上嚟好淒美，但係令到人哋覺得寒寒地。又或者因為咁樣啦，所以呢一啲都市傳說加上現實當中接二連三發生嘅車禍，先至會令到新娘潭喺香港人心目中永遠都會有少少陰森嘅感覺。好多人講啊，從科學角度嚟講，山路嘅設計同視線嘅不良係主要原因，但係科學真係可以合理咁解釋呢度發生過一切所有嘅巧合咩？唔理而家收聽緊呢一個節目嘅你係堅信科學嘅理性派聽眾，定係對靈異鬼怪深信不疑嘅聽眾都好，新娘潭同埋新娘潭路嘅危險都係真㗎。下次開車經過呢度嘅時候，唔理係日頭定係夜晚，請你哋放慢車速，因為你哋永遠都唔知道喺下一個彎位嘅盡頭等緊你嘅到底係乜嘢？下次早啲到啊！誤殺罪成，入獄6年。1998年